这里是我家附近的信义羽球馆。对，我的队友大概有70几个，对，然后里面有台湾人，也有客家人，还有像我这样的新住民这一些，对。我大概理想是1个礼拜来3、4次打羽毛球，但因为工作什么的有一点忙，所以这个是做不到。大概1个礼拜大概2次、3次吧。但是为什么要教猪队友啊？因为队长他家卖猪肉的，真的，他们家是在卖猪肉的。哎，我们常常当猪队友啦，对啊，需要他们背我们一开始是在我家附近有户外的羽球场，然后在那边打，然后里面的团员林心雨小姐带我这边来打球，一开始是这样子开始的。因为羽毛球是我从高中开始打，然后来了台湾之后，还是过很多年，大概3年前开始打羽毛球，然后我发现我现在也还蛮会打这件事情。之后也有参加比赛什么的。对。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本の富山県から来ました、志保一世と言います。もう台湾に住んで10年です。今ここ台湾の屏東県で3歳の子供と、妻と一緒に生活しています。お、じゃあゆらい乗っていいよ。よっこらしょ。帽子かぶらない。我现在要去早上的市场，大概1个礼拜去1次吧。为了让它晒太阳，对，在家一直看那个平板什么的，对，我觉得非常不健康，对。因为在我家做料理的是我，所以需要什么食材，然后在冰箱里还有什么菜，现在没有什么菜，知道的是只有我，对。所以今天没有1斤10元的，10元，今天没有。所以这个是比较便宜嘛，一样。如果这边有开的话，对，不一定每天都有。哎，25，好，谢谢。25就好，啊，谢谢。传统市场的价格的话，蔬菜类还有水果类都比一般的超市还要便宜很多，便宜很多。那个是什么？好，那1本烤
一本か分かった。じゃあおばさんあげて。違う。ください。给我要买这个。没关系，先给他拿，没关系，给他拿，现在一起算就好了，看要再拿没关系。那这样就好。对。秋葵30，这个30，这个35就65。哦。这个20就85。パプリカ1個買う？欲しい。这个10块。啊，那这个也要。好，这个要1颗。好。请问要葱姜吗？送。要，谢谢。最后买蛋就结束。来了吗？好，这个也。226 2天才有。来的不是10号。好，你再参考看看啊。谢谢。没有特别讨论过对谁做料理这样的事情，但是结婚的时候已经有主张方面的能力差距，非常的大，对，所以现在只好我来做，对。平常是看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或是昨天吃了什么东西，或是最近吃了什么东西，这样子想有没有不足的营养素，对，然后也要考虑冰箱里面有什么，对，说不定跟一般的台湾人做菜的想法是不太一样，对我来讲，料理是每天做的事情，所以不是为了做料理做。是为了补充营养做菜的这样的概念。いっちゃん。はい。なんか手伝う？大丈夫。今日何作る？今日はスープと。なんだっけこれ名前忘れちゃった。ズッキーニ。そう。すごいでしょ。ズッキーニのステーキ。ケーキ買ったの？我们分工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他现在煮饭嘛，因为我比较不太会煮饭，然后煮完之后就是大家吃完了我就负责洗。对啊，然后处理善后这样子，对啊，比较公平。呀，我过来准备旅游。原来ご飯あるよ。做好了吗？等一下，你的这个嘞，粉红色的。いただきます。好棒！你先把这边的喝完。他手艺很好，我很喜欢吃他煮的料理。他早上都一定会煮那个玉子烧，我就觉得很好吃。然后他煮的那个意大利面很好吃。是不早く弄的，因为台湾的外食是便宜，所以方便，所以大家都不会煮饭，然后自己做不划算什么的。但其实这样子一个人应该不到30块吧，对。只有那个会苦而已啦，其他的不会苦。好棒哦！我们一开始是在客厅吃，因为人气的关系。
因为外面空间太大，如果开外面那个冷气可能会蛮花电费的，所以我们就在比较小的空间，然后如果热的话就开冷气，这样也比较省电这样。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习惯在房间吃饭了，对啊。早くこれ後で。はい。スープまず飲んで。我们结婚好像入れて食べたいの。快6年了。我们是2018年的4月13号登记的，然后小朋友也已经3岁了，3岁了。我觉得这都是缘分，会跟先生相遇也是完全没有想过的，因为我没有想过去 cosplay 的时候会遇到说，这位日本人朋友，然后那时候就慢慢相处，就觉得好像人还不错，然后出去玩个几次之后，就决定说，好像可以试试看哦，这样，对啊。小心哦！我再录一次我就关掉了。那个时候是动漫展啊，我去玩 cosplay， 他去当摄影师，因为他是被朋友带去玩的啊。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对啊，刚好扮到他喜欢的角色，他就来找我拍照录影。写真ですか？それともムービーです。軽音の。はい。軽音好きですか？はい。応援します。私のギターです。啊，ギター。他剪完影片之后是我朋友看到那个网址，看到那个影片，然后就来跟我讲说，美旭这个是不是你？那我就去，然后跟他留言，或者在下面很不要脸的讲说，这个是我的 FB 的那个名称，可以加我好友哦。然后他就加我好友了，这样。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台湾的女生都很积极，对。当时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人跟我联络。哎呦，哎呦！但最积极的是他，所以结果跟他开始交往。你要看我啊，耶！再次1、2、3，耶！当然，我们结婚就是什么时候结婚也是有想过，而且那时候求婚是我求的。我那时候就跟他晚上就出去散步，然后就牵着他的手，然后跟他说：“我们结婚吧。”我说：“我们结婚好不好？”然后就好像有点娇羞的感觉，然后就跟我说：“好啦，我们再讨论一下这样。”呀吼！人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よ。呀吼！没有理由要拒绝，所以答应。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已经在一起很久，不管怎么样，应该会一直走下去。但结婚的话，他可以真正的变成我的家人，对，互相可以当自己的家人。大丈夫？来，你自己爬，我没有办法这样抱你啦，我没有办法上去啦。你爬，你下来啊，你溜下来。我们的工作算蛮自由，弹性很大，因为像我先生就是就代购啊，处理代购，然后还有三位线，教三位线，还有教日文，所以其实他很多时间都是很弹性的。那我的话，也是在家里画画接案，然后有摆摊的话才会出去摆摊帮人家画画。接下来要去学生的家教这个三位线，通常是在学生的家，或是也有学生来这边上课。一开始来台湾的是为了三位线的演奏旅行。当时是有人帮我安排在台湾的演奏的机会。2013年9月的时候，那时候是大概是27岁。当时是我一边做这个演奏的活动，然
还有做为了赚钱，当补习班的老师。对。はい。こんばんは。あ、こんにちは。那可以把调音调成那个本调子，那个本調子。上次津軽进的时候，津軽进的时候，还是那个跳的感觉，有一点不过。对，只有我跳，你是平的感觉。但一起弹所以还好，应该没有人会发现。以前我学过任何的乐器，完全都没。学三味线、日本亚赏音，被深深的吸引。我说这个亚赏音用按铁数，我就同老师拜托讲，我想要学三味线，唱，看你老师可以教我无安尼。我就想讲，对人是讲可能学唔久啦，可能学个2拜，上了2拜课就打退堂鼓了，就不学了。结果慢慢的学出兴趣，然后就一路学到顶安的。我大概是这样子吧。对。对。这差别在这里。对。这个应该是太快。三味线看起来是一种弦乐器，有3条线的，但是它一部分是打击乐器，这样子的声音，对，还有不止这样子弹，不止用这个把七，这个日文叫做把七弹，还有用左手拨。这个乐器的历史是从中东国家来的，传到那个西方国家的乐器是变成像吉他、小提琴那样的这样的形状的乐器，然后那个传到日本冲绳之后变成三线，然后那个三线去日本本州当时的大阪那边关西地区之后变成三味线，然后这个乐器传到日本青森县之后变成像这样的京津三味线，京津是现在的青森县的以前的地名，对。这样子的话，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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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一开始是说这个乐器是很适合我，越练越厉害。练了大概3、4年就可以在日本全国比赛拿第几名、第5名、第3名这样。三味线是对我来讲是可以说可以赚钱的乐器，当然有时候赚到钱的话，当然是开心是没有错的，当然可以越赚越好，但没有这样子想，只是一个 lucky 那个幸运的感觉而已，对。发展。对，可以自己在家。对，因为上次弹的也是只有我教你的，我没有在家。对。这样子的话移动太快。这个是在日本的亚马逊那边卖的东西，对，然后个人订货，然后在这边包装，然后下午要到那个邮局寄货，对。
全部都是寄去日本，东京、大阪、北海道、冲绳哪里都有人买这些商品，对。我在家的话，画画也有，就是比如说可能前天没有画完的工作，啊，我会跟他们客人说，我可以带回家画，因为我可以慢慢画，也会画得比较漂亮。那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帮一位日本，世界纪录保持者的特技车手，他是在帮他做日文翻译，专属日文翻译啊。不过我也有在经营我的粉丝专页，所以。我在线上也是会接客人的单子，然后帮他们画画，画完之后再帮他们寄到他们家，大概是这样。家里主要经济来源，我觉得2个人都有啦，因为我自己这边翻译的薪水也还算不错，对啊，但主要应该多的他也是蛮多的。我们不会说金钱交给我管理这样，我们这边的管理的话都是各管各的。然后不过比如说房租的话，就是我们一人出一半。我觉得我们比较讲求公平性。然后可能这次他买食材啊，下次如果我们不想煮饭的话，我就会叫便当或者是叫外送这样子，或者是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话，我请客这样，就是礼尚往来啦。虽然说是夫妻，但我不太喜欢就是什么都给那个另一半付这样子。我喜欢偶尔也是可以回馈一下，对。我是读理工系的，所以想那个效率或是风险的管理什么的，是比较可以思考。还是每一个人有自己比较适合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也是我做的，跟我太太做的还是有差距，对。比如说像这件很简单的贴爽面的胶带，我有时候请太太贴，但她贴到这边就没有贴这边，对，会有这小小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工作是收到那个客数的几率，把这个几率减少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他不让我帮忙是因为他每一个步骤都有他的原因，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熟练，所以要是我去帮忙的话，也会拖到他的时间，就效率也会不太好啦。然后我也是每次都觉得很心疼他，就想要帮忙，但我可能比较大咧咧吧，就笨手笨脚的，怕反而给他拖后腿，所以我想说干脆就让他自己做就好了。啊，他有需要我要干嘛的话，我再帮他一些忙这样子，对。どこですか？出した写真。あんたに。大概这样的菜是大概15分钟之内会做完。可以的话，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间还是要固定的时间吃比较好。他很顾家，他很注重这个家，所以除了工作以外，他几乎都是待在家里，也不会说想要去，可能假日就跟朋友出去外面玩，好像也没什么朋友，就是比较会想要把时间用在家人身上，对。不要说。哪里做什么？其实我爸妈开始分开的是我国中1年级的时候，的确有影响到我对家庭的
观念想法，至少想要好好的享受现在这个瞬间，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对，但是现在是，至少可以享受，他对家庭的观念就是，当你可能还在读书的时候，你都是你原生家庭的，然后等到你结婚有小孩的那个家庭，就是直接分出来变成自己，就是那个才是你的家庭。就是只有他，然后我跟小孩这样子，比如说什么妈妈的姐姐啊，妈妈的妹妹还是谁，那边也是我的家人，他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可是这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对。因为在台湾的话，还是跟家人的羁绊会比较强烈。我可能这个礼拜要回去娘家一趟，然后下礼拜又要回去，他就会说啊，你又要回去，他会觉得说我好像自己的家庭也都还没有顾好，然后就一直跑回娘家去这样子。我觉得这真的只是文化的差异而已。因为我小孩也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然后这个家庭的成员的形成，为什么这个外面的家庭的人要决定，有这个感觉，对，所以希望不要给太多影响，我们的行程，有这个想法。我其实也很少跟妈妈、跟我的家人很少联络，不太想给他们影响。也不希望他们给我们的家庭影响太多，对，其实回去也没有关系，但是还是希望把这个家庭是当第一的存在，第一顺位，对，我也是把这个家庭是当做自己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家庭。敲门，扣。太小声了吧？我按门，小心你的手。嗨，你们回来了。平井靴並べてないけど。哦，你的鞋子没有排好。你鞋子没有排好。鞋子穿起来。请进。哇！坐着，你要有小朋友在比较热闹哈。那你怎么马上给我脱掉了？他戴不住，好吧，那算了。还好不是买的。好，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成员，他是我爸爸。然后这是我大姐，她就是做居家清洁的老板。对。然后这位是阿芳，这是我姐姐的女朋友。然后这是我二姐，你可以看一下镜头。这就是我最漂亮的姐姐，她在上海有自己的一间工作室，对，她是在帮男生女生剪头发的，对。有啦，真的比较对秀场会感觉稍微有点不自在一点。有没有超级不自在？让他过他自己的，对啊，他高兴怎么玩他就怎么玩，就做他自己想做的。那他像他其实每次来的话，他都是就是可能他就会坐在一个他自己喜欢的空间里面，然后玩他的 iPad， 他用他的可能做，他开始就做他的工作。我后来记得第一眼看到秀场的印象嘛，就很木讷啊，点头之交，看到我好像很害怕这样子啊，就是害怕吧，就是连现在。紧张，会紧张吧？害羞吧？害羞。其实对我们日本人来讲，常常去另外一半的家庭，这样的机会是如果在日本生活的话是没有那么的多。我觉得一般来说会非常紧张的事情，台湾人不会吧？台湾人我希望你们有空的时候就是休闲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带着老婆孩子回来家里面骗吃骗喝，我很高兴。那我来这边吃喝的，我很高兴，也不要你们付钱，对不对？小孩子，我的孙子要吃什么，我觉得我都知道。好，那我等下就把房租退了。不会因为没有回来还是怎么样，就是会觉得有距离啊，就是因为
我觉得是互相啊，大家都知道彼此都在做什么，这样就好。他今天至少他是在工作，他是在养家，不是在外面玩。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好事啊。至少让我妹还可以每天都有饭吃，这样就是很好。可以吃到这么好。对，还可以吃到。吃这么好。所以，就他们不会追求，就是一定要很什么奢华还是什么，就他们就是选择比较平淡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接触的东西是行业是不一样的嘛，对他们就是比较淳朴一点，踏实，淳朴踏实的。医生，这个是妈妈自己做的花生，好，好有。对啊，那你今天一定要胖个3公斤的，真的，你手不要抖啊。这个的话，都还没有学过的，虽然有念过，变成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对对，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对，はい、14、14。大丈夫ですか？はい、大丈夫ですか？这个也应该。通常是大部分在咖啡厅上课，然后也有在学生的家上课。在这边上课的几率其实没有那么的高。わかりますか？对，わかりますか？对。因为有人想要跟我学日文，想要帮助他，有这样的心情才会去教。まだです，还没，还没。所以我跟小孩子讲的时候是不讲这个ください。我们其实一开始是我喜欢生活化一点的学习，所以我是找那个妙先生。我的太太。对。我的太太也会教日文。对。然后因为就是可能时间上我们就没有在，后来就找西柚先生嘛。对但是找的时候我会觉得，跟去补习班或日文教室比起来，或是网络自己学比起来，就是你真的就是会多了一些文化的东西，他都会告诉你，在那边怎么用法然后什么东西以前怎么演变过来，这样就是你会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你会觉得更有趣一点吧，就让他们觉得学习上就是你不是学习一个语言，你是去看到一个文化。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家人不需要这么的客气，对。对，这个字是，就是希望他们多接触多元一点的东西，所以我们不会全部都是你要一直读书或干嘛，我倒希望他多走走，对，比如说就实际去玩，他玩一趟回来就有很多要学的了。刚刚你们还没到之前，我们讨论我们去玩的所有东西，还有看到的东西这样看来学这些会更有感觉。不要再拍了。比如说早安的话，早安。随便念一个，早安的话怎么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其实它的发音非常的标准。午安还没教。有学过，午安是。こんにちは。对。こんにちは。那有晚安吗？有。こんばんは。教日文是我觉得最稳定的说日语。教日文也是。因为教过的那个学生也很多，所以经验累积也到现在越来越多。因为我有能力做这个工作，才会做的感觉。所以教起来也蛮有意义的感觉。ください。所以要加一个起。对对，ください的部分是起。起的意思。对。そうですね，对。小朋友嘞？对，我要跟你说，小朋友，我们今天我下午有活动嘛，所以如果工作在身。对因为我跟我先生2个人都各有一个摊位，所以如果我们2个都摆摊的话，小朋友没有人看，所以我又再拜托我姐姐他们再帮我顾1天这样。不过今天就会送回来了啦。对啊。所以我们要去哪？去六堆走走。六堆我们体验一下我们客家文化。我们好像没有去过六堆其实有去。对不起六堆人。很久了，但是没有去深入体会。对，真的。
屏东是客家的大县啊，应该仅次于苗栗新竹。对嘛？对啊。美浓呢？美浓也是6队之一。哎呀。哎。这里开始就算客家庄了，客家族群了嘛。林落就是客家的大乡，林落过去内埔、竹点、长治都是算客家庄。我们客家庄的特色就是卖面的很多。这潮州也算？潮州不算，不算，潮州不算。潮州不算。哎呀，我们客家庄就是面摊多，然后走下去一条街可能是这条街大概有5、6家面摊。好多。客家人就是勤俭持家，就很省，不会乱花钱。哦，这样很好。你应该是乱花钱的那个吧？不然你的球拍还蛮长款的。那就常常断啊，你不要常常买啊。六堆的土产。啊，我想起来了啦，我之前有来这边摆摊。有啊，这里定期都会有活动。很久之前。讲这个讲吗？这不是2声吗？讲6队，6队，欢迎来了，欢迎来玩，欢迎来了，欢迎来了，撩就是散步的意思。哦，跟这个意思不一样，这个是来玩。哎，这边是厨房是不是？这是厨房。以前客家人的灶咖。这个是蓄水池，装水的。装水。蓄水池啊。装水水桶。煮菜的这，你有看过吗？日本没有吧？现在没有。以前有啦，这个就是以前有。对啊，那就是我们的周允，等于说厨房的神。我们厨房会有一个神嘛，叫周允。我知道那个灶神。灶神。我的 print 感。对，这个是印出来的。我觉得很多文化上的概念跟日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说刚才那个看到的，厨房的神，对，这个概念好像日本也有类似的，对。然后，比如说那个木，草木的那个木，形状跟冲绳的很像，所以可能冲绳那边的一些人也是很久以前从中国大陆的广东那边来的，说不定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客家人讲啊，恭喜抽胎虫啊。恭喜抽胎虫。没干扣了胎虫是大肠，胎虫是大肠，对不对？因为我的学生、我的朋友当中也有，好像有许多客家人，对，有时候跟我分享他们的历史，台湾有什么样的族群，这个日本人都不知道。我也是来到台湾才知道这样的事情。不过因为台湾有很多不同的腔调，然后日本也是有去，你可能去到不同的县市就会有不同的腔。然后现在更有想要更了解客家文化的这个心情。哦，对，你看有没有像雨伞？好可爱哦，有一点像。我觉得你像懂。啊，咁咩3碗3碗洋班的嘛，吼。大概我贵要几个？我贵6个。要海参吃，大概1分阿半，然后猪肝1分，然后我要吃猪脚。哦，好啊，好啊。还在多找的货，好。这个叫洋班，洋班呢，还有一个呢，汤圆。哇，它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咸汤有个纯肉，它只是用油葱酥去炒香。谢谢，どうぞ。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香菜耶，超爱，他什么东西都能吃。谢谢。他还吃过炸蟋蟀。这个就这是什么？沾这个，这个就是藕桂。藕桂，咸嗯，不要沾那么多。完蛋了。用汤匙，用汤匙。完蛋了。你敢吃辣吗？我妈超爱。我以前也有吃过客家料理，是我朋友带来，像这样的客家料理店。一般的台湾南部的料理的话，那个偏甜，比较有甜味。但是，像我这样日本北部的人来讲，偏咸的这种口味比较好吃。最好吃刚才吃的这个，猪脚，然后猪头皮。猪头皮。这个应该是在日本吃的几率可以吃得到的。环境是没有那么的多。这个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定是要你个人很喜欢，你才会专门去找。对，不然基本上我们都在自己家附近的面店，就随便解决，就反正只要可以吃饱。就是偶尔想到可以来，而且又是队长他们的家，就是而且很便宜。我们现在是在屏东市的胜利新村新兴广场，然后我们每个月的第2个礼拜日都会有那个新住民市集。一开始我想来这边摆摊，是因为我先生嘛，因为他是日本人嘛，当然一开始他就被邀来这边表演三味线，之后他就问我说，我要不要来这边摆摊看看，画画看？对啊，因为他知道我画画也是不错，可以这样自己讲吗？对啊，然后结果我一画就是7年8年，对啊。哦，画好。哦，等我一下，我帮你开个电脑。这边，等一下哦。啊，一张大概20分左右。然后价格在这边。对啊，你不用站在这边，我帮你拍张照，你们就可以去逛街了。对，或者是如果今天没有时间画，我也可以线上接单，画完之后直接寄到你们家。对。我能够在这边画画，我觉得多亏我先生把我带过来，让我有了解到自己的一点就是价值，有一点自己的人生成就。对。因为当我画完一个人，他们比如说家人，然后有些家人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拍过合照，我可以把他们最后一个梦想就是完成，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的意义很重大。对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来看哦。老师成功了，成功了，日本特色的元气都在吗？我们会选择比较自由的工作，当然如果也有稳定的工作的话，也是不错的。不过我不知道我们2个都比较喜欢有弹性的时间，也希望多陪陪小朋友，因为
我们觉得小孩的童年是无价的，就是只有一次而已，所以希望说现在可能自由一点、弹性一点，然后可以陪小孩子快乐的长大，就是可以有多一点时间陪伴他，在他身边。看我干嘛？我明明就这样想，奇怪，我又没有演戏。这是我的想法。哦，我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也是我的想法嘛。现在是在测谎还是在访谈呢？但是我觉得啦，因为你毕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活一次，你干嘛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活下去？对啊，所以我们讲说试试看，啊，也让小朋友看到我们家人就是自己爸妈的背影去成长，相信小孩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可是为什么你在讲这么正经的话？你老公讲他没有看过我讲过那么正经的事情。对，是那个风险的管理这个部分，在我们家其实只有我负责。都给你讲。他吐槽我就很厉害。对。可以啊，都慢慢看没关系。谢谢。就是参加市集，主要是累积名声、累积知名度，再来就是赚一点那个收入。好的时候啦，3、4千有啊，不好的最不好的时候当然完全没有，有的时候也有。对啊，这就是一场很大的冒险。就是拍照给你。对，没错，谢谢你们，慢慢逛，拜拜。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慢慢看哦。違うか，他们台湾进口。那等一下我们去那个草坪那边坐。台湾这对我来说是生活的地方，对，应该是现在目前，可以最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地方。不一定是理想的生活，但是一个非常棒的生活。对，有太太有小孩，对，有家人就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我带他睡午觉，结果自己也睡着。正常真的。一晨，希望你以后有空可以带着小孙子来陪我泡茶聊天，谢谢。いっちゃん、この10年間、私のわがままを許してくれて、こんな世話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これからもいい妻としてこの家のこと、ちゃんとしたいと思って、これからも一緒に仲良くいきましょう。これから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